TVB 唔止冇世盃，連6點半體育新聞都拜拜。高清轉播，高清轉播，基層錯過。民間電台阿牛同埋社民連嘅長毛，尋日就到電視城抗議，無線亞視將今屆世界盃嘅賽事喺高清頻道播放，令到負擔唔起機頂盒嘅基層市民冇得免費睇世界盃，係歧視低下層。近日都有啲唔同嘅聲音出現啦，咁我哋都會將呢一個同翻管理階層反映一下。無線之後就發表聲明，話翡翠台嘅廣告時段已經俾客戶訂購，所以唔能夠播放有線提供嘅世界盃節目。翡翠台唔止冇得睇世界盃啊，連6點半體育新聞尋日亦都係大結局，資深體育主播馮堅成仲着埋黑衫嚟報道添。好啦，6點半體育報道完啦，多謝收睇，交翻。